续来看南投县饼员工甲客家产业甲在地体验来做结合，推出着小旅行，邀请旅行社甲部落客先来体验。最开始先来到鹿谷乡，会当看到当地特色，感受到俊高的艺文的气氛。 为了找到鹿谷在地客家文化，县府文化局和客家委员会结合在地体验，举办小旅行，带旅行社和部落客来体验。有心灵上的旅行，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地的那种文化，特产这一块都把它融入下去的话，那会更棒的。 导览员带大家体验做茶，参观在地上古在祖祠庙等等，嘛结合餐厅业者推出客家美食，希望为在地产业创造永续经营的目标。像笋丝啊、金武笋啊，其实这些都蛮符合我们的这个客家的那个腌制品的部分。借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地的这个餐盒的部分去推广出来。欢迎民众来到鹿谷乡，熟悉客家文化，感受客家风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